来看台北市中山北路行中道呢，有一台大都会客运去弄到这分隔岛咸洲啊，规个车头的玻璃是碎险险，造成7个乘客受伤。公车司机表示讲，伊迄个时阵呢，伊人是想其他的代志，也讲伊无疲劳驾驶。警方排除伊食酒，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。慢车道一台公车愈开呢愈骑向一边，所来更加失去控制，直接开上分隔岛，弄到树仔了后，规台车才停落来。我坐在车上，突然砰砰砰砰砰砰，从电房升了。公车带来一个车头弄歹个真严重，挡风玻璃拢破去，拖吊车来到现场拖走。代志发生伫7日中昼12点外，台北市中山北路5段这个事故现场就伫个消防局减碳分队外口，弄个这大声，消防队员伫接报进前就赶来救援咯。刚好我们的救灾车辆刚好去龙舟赛回来，那立即就挡在我们的车道上面，然后人员就立即投入救灾。车顶有10外人赶紧封锁散，有7个乘客受伤，更加有2个人面有流血。经过警方调查，排除公车司机有啉酒塞车。在想事情嘛，然后恍神一下，然后我看到的是已经都剩2公尺而已，要拉回来啊。应该也没有什么疲劳，干嘛？没有。造成事故这59岁司机，在113年无受伤的伊讲，当时想代志一时无注意，所属客运业者也系失礼，要搁进行辅导，派人去病院慰问伤者了后，也讲会负担医疗费用。本案的廖姓驾驶长体检资料尚无异常状况，前一周工作皆正常，会确实来检讨肇事原因，做好矫正预防措施。肇事的原因是归责在公车业者的行车事故，而且有人受伤的部分，我们依照规定还是会去做开罚，但是会等到我们确切的查证结果之后才会进行。这个行车事故加在乘客就医了后，真无要紧。经公运处也介入，要调查详细事故的原因了后，才决定是不是开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